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当一个动物学家。怎么样的动物学家？会更多的人来保护它们。我必须慢慢买皮草做的衣服和皮衣。哇！小动物们很可怜，它们只有一件衣服，我们有很多件衣服，我们穿了它们的衣服，它们就死掉了。哇！哎呦，又美丽又善良又有爱心。而且我还想让东北变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东北很冷嘛，必须要穿动物皮做的衣服。东北变暖了，就不用穿了。东北变暖这个事儿难度比较大，但是你刚才前面讲的，像你妈妈一样的很多喜欢皮草的大人们不穿皮草这件事情，你一定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得到的，而且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做到。还有一件事我想给你们说。你说。我跟妈妈去菜市场的时候，看见了很多牛蛙，人把它的皮给扒了，还有的拿过来一个砍掉一个的头，它们很可怜，为什么要杀害它们呢？它们是能吃害虫的好动物呀，为什么人类要吃它们呢？而且我在小区看见一只小青蛙，类似于青蛙的小动物嘛，然后有一天小哥哥拿着石头砸它们，还很高兴。我跟他们打起来了，因为那只小青蛙都被砸死了。他们为什么要砸这些小动物呢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把它们给吃掉呢？他们盼望着跟人类做好朋友啊，为什么要吃它们呢？它们很可爱呀，每一个小动物都很可爱。不哭了，宝贝啊！好，不哭。我在想怎么回答你的问题，宝贝儿。